皮肤香港脚好痛苦啊！用这个悠悠药膏，悠悠药膏有效呢。本来膨胀了，磨久了，你看它有点干变了，要按摩到那个热，要按摩到那个发热，要这样推到发热，比较有效果。连脚底都有，就气血比较虚啊，免疫力比较差，就容易有这个香港脚，或者是那个下雨天那个鞋子湿了，没有晒干，没有烘干了，就穿了，或者袜子湿了没有干就穿了，都容易造成那个香港脚。有那个鞋子啊，要没有穿的时候要放干燥剂啊，放干燥剂比较不会有湿气有霉菌。有的皮肤病说可能是香港脚的那个霉菌跑上来了，痒得很啊，就用那个其他药膏都没效了，就用那个香港脚悠悠药膏擦啊，我看比较不会那么痒，还要观察看看是不要恶化。药膏有的不能乱用，有的可以试试看。悠悠药膏，对付香港脚。